首先呢，第一首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《意难忘》。那么这个是蔡慧茹先生，那因为置景事件，从清水搭火车来到台中监狱报道的时候哦，那么一路上呢，民众是列队欢送，而且表达了强烈的支持。那么我们的蔡慧茹先生，他在看到大家越来越有民主自觉的认知的时候，有干妈公啊，赶紧漱口马怀定。那我们邀请到呢，这个是2021蒋渭水台语汉诗吟唱的冠军李敏宪，为我们吟唱这首《意难忘》。而敏宪呢，他今天是特别从宜兰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，我们也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。敬爱刘议长蔡副议长跟咱林志嘉秘书长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我所要演唱的是《意难忘》，蔡慧茹作。红尘连空，有千丝万缕，一路随用，牵手离故里，总去日繁荣，情水满人中，压迫到台中，老辈青年坐见松，甘为武强，山歌水远情重，彼民心渐生，痛苦何妨？上阮见这错，铁石自心中，旧好桥自泱泱，练习亦自强。记得当年文心国，千古名扬。谢谢敏宪。那么蒋渭水先生曾经以彻底的性格、不妥协的精神来形容蔡慧茹先生。那么从这首《意难忘》，我们也可以深刻的感觉到。